啱對道啦。咦，你知唔知新年要食啲咩㗎？梗係食全盒啦，所以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就係新年全盒。乜嘢新年腸啊？新年全盒呢，就係新年用嚟招待客人嘅盒，象徵團圓吉祥。全盒一般係圓形或者八角形，佢哋都係代表吉祥㗎。咁腸入邊有啲咩㗎？不如你打開睇下。哇！新年腸入邊原來有咁多嘢㗎，但係點解要擺啲食物嘅？其實呢，全盒入面嘅每一種食物都有佢自己嘅美好寓意。第一樣就係糖蓮子啦。但係糖蓮子代表咩啊？蓮子代表連生貴子，祝福家庭幸福。第二樣係紅瓜子。咦，咁紅瓜子又係咩意思啊？紅瓜子嘅寓意多子多孫，家族興旺。第三樣就係糖果啦。糖果食落去甜甜蜜蜜，寓意生活甜美、開心快樂。第四樣係開心果。開心果嘅名入邊有個開心兩個字，咁咪係關於開心嘅咯。所以佢嘅意義就係開心同埋好運。原來全盒入邊嘅每樣食物都有好寓意。全盒入面唔單止係食物啊，仲係食緊佢嘅祝福。哇！咁我下次就要同媽咪講，我要食晒全盒入面嘅所有食物。新年就到啦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。